年一个月就是元宵节咯，袂少县市拢有做小提灯，像屏东县的光光兔、光光兔小提灯，是用官方的真侪人介意，早起开始发予民众排队等买领的人是长长长。啊，若嘉义市即个是做星光兔、星光兔小提灯，看起来安尼呆呆啊，佫古锥古锥啊，嘛真受欢迎。都阿嬷提早到现场排队，排得要4点真久哦，都是要领一届小提灯，互伊的宝贝金孙。排的是排有够长，有3大排，拢是为着挂灯来的。等一个忝，直接一日涂骹，排上头前的这拢已经等真久啊。2点多来的，这样吃的啊，这个东西这样吃的。我就生不听的，所以12点来。神啊，势在必得啊，神啊要爱啦。这个阿嬷徛咧等要4点钟啊，等甲腰酸背痛，就是为了要领一个好孙啊。嘉义市政府即摆推出星光图的挂灯。有粉桥啊，色甲蓝色，外形看起来真古锥。伫昨下晡4点开始，伫文化公园发放。我们每一天就是限量1000个，送完为止。2月7到2月初3，总共3000个发完为止。刚好有真侪乡亲来咧等的，也有屏东县政府的挂灯。一般他们都会把它背在这里。甲因过用纸凹的无共款，改用笨的，配合七彩 LED 的灯，啊，佮锁啊，看起来古锥佮有创意。而今日早起9点发放现场排列的人，为馆内排到馆外去，这已经做阿祖的时代，爱命几啊个。十个干那孙，啊，你要哪分一摆甲一个尔？对啊，我唔该过来排。我一直过来排就对啊，一直排一直排啊。为了干那孙，大家一直排，是讲有人等真久啊，却是卡掉咧。号码牌呢？他没有拿给我们。没有就没有。无号码牌袂当领，互伊无欢喜。那等一下好不好？你们先后面稍等一下。不要给我等一下，现在就告诉我为什么呢？工作人员都要照规矩来，互一对翁某无领到。迎接元宵，袂少县市拢有送挂灯，是讲数量拢真有限，想要领的乡亲嘛，只好牺牲时间，甲挑战耐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